固定喺外牆嘅招牌或者廣告牌，只能等路人經過先有佢嘅存在價值。而車身廣告會隨着車程穿梭於大街小巷、商業區、住宅區，主動地將品牌帶到唔同嘅客群面前。無論道路駕駛中等待紅燈綠燈，還是停泊於路邊，都能持續吸引行人或者其他駕駛者嘅注意。一次性嘅成本，長期收益，低成本，高回報。另外，我哋有28年做招牌嘅經驗，從設計、製作、安裝一條龍服務。如果你有招牌清拆令嘅疑問，唔好猶豫，拎起電話打俾我，我係 Alan， 電話係9782399897。